開展健康人生，聽落去好似好簡單，但又唔知喺邊度入手。一家大細漫遊鄉郊，體驗大自然嘅奇妙力量，又或者出去繁華嘅街道行街當運動，定係一齊去歷史建築探索秘境。健康人生真係咁簡單？不如就等北區地區康健站同大家一齊燃動健康生活啦！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獲醫務衛生局委任為北區地區康健站之營運機構，由2021年10月18號起，為北區嘅居民同埋工作嘅人士提供以人為本嘅基層醫療服務，提升疾病預防嘅意識同埋自我健康管理。北區人口約32萬人，一共有117條村落，近80%嘅人口居於上水同埋粉嶺。北區地區康健站主中心正位於人流匯聚嘅上水市區，鄰近上水港鐵站，另有服務點設於粉嶺、沙頭角、打鼓嶺作為服務窗口，方便居民前往。外展流動車更加走訪鄉郊地區，為村民提供到位嘅服務。喺疾病預防方面，北區地區康健站提供健康諮詢及教育活動，會員可以因應需要參與嘅體能運動訓練、疾病預防講座、營養飲食等活動，更可以到主中心免費使用各類智能運動器材，記錄個人運動數據，建立健康生活模式。康健站嘅康健教育活動非常多元化，例如有體適能鍛煉、骨骼健康推廣、健康生活推廣、精神心理支援及疾病預防。隨住生活模式嘅轉變，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腰背痛、膝關節炎等慢性疾病嘅人數上升，康健站嘅註冊護士會為會員免費提供健康風險評估。康健站會着重為會員提供自我疾病管理支援，會定期舉辦病人自強計劃、健康小組及活動，鼓勵會員參與自我管理方案。北區地區康健站連結咗地區網絡註冊西醫、唔同範疇嘅輔助醫護人員及協助夥伴，為北區居民提供多樣化嘅服務，全面推動基層健康。除咗專業醫護嘅網絡，北區地區康健站亦都積極同區內唔同嘅持份者合作，透過講座、活動同埋街站等形式招募會員同埋推廣基層健康嘅信息。等我哋攜手為健康把關，燃動生活，健康北區。